到去年底，全台湾失智症人口超过32万人，平均5个失智症患者就一个是由外籍看护伫咧照顾的。根据统计，有70%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外籍看护，因为语言无通、无了解失智症，感觉真甜头。即马就团体和台北市的联合病院做伙来合作，推出外籍看护失智症照顾培训计划，希望会当改善这款的状况。多，你食啥？青菜椒啦。青菜椒。印尼籍看护司法参失智症阿嬷开工较真欢喜，已经来台湾做看护工课14年的司法，其实4年前头家接触到照顾失智症阿嬷的时，感觉真甜头。晚上不睡觉，因为我做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然后3个月都我想。我都没有办法照顾他了。司法讲，失智症患者凭其他有长照需求的时代，因为交袂起代志，照顾起来加较吃力。根据长期帮助外籍移工的民间团体统计，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外籍看护当中，有8成的人因为语言无通拄着困难，有6成无清楚失智症到底是啥。那个长辈说他其实没有吃饭，但他其实吃过了，或者是明明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但长辈说那你怎么拿我的钱？这样子的误会要解释清楚，其实就比台湾的家属就更加困难。Demensia bukanlah proses penuaan yang normal。司法当地念的就是民间团体推出以印尼语言编写了解失智症的手册。民间团体参台北市联合病院合作，发起培训计划，以实体课程、线顶影片等方式，让一个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外籍看护，通认捌家己当咧照顾的人拄到什么状况。照顾的过程很重要，是第一个部分要先同理失智者这个疾病的痛苦。那第二部分我觉得就是技巧的提升。其实另外一个还是需要喘息，喘息的角色其实就是他的雇主。民间团体出版的手册也有写予雇主的华语版本，除了予家属认捌失智症以外，也通透过手册了解看护移工的压力甲拄到的状况，参移工斗阵真做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好队友。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。